多謝主席，我簡單兩個問題嘅啫。就頭先大家都提到啦，因為香港嘅個路面嘅禁區啊，禁區多泊位少啦。咁當然而家增加咗罰款之後呢，對呢個道路使用者嘅車輛都係有一個負擔。咁我就想建議呢，就係話我哋喺嗰個執法嘅酌情權嗰度呢，係咪可以定得清晰一啲？當局係咪可以制定一啲比較清晰嘅酌情權嘅執法，俾我哋呢個前線嘅執法人員？對於一啲譬如話唔係真係咁影響交通嗰個擠塞情況嘅路面啊，又或者係有一啲禁區裏邊需要上落嘅，譬如一啲老人家咁樣上落嘅時候呢，其實可以做一啲酌情權，等大家呢都係可以疏解下一啲怨氣啦嚇呢一方面。咁第二個呢，就關於咪標嗰度呢，我就反而有個建議呢，就係因為而家我哋用緊呢個遙距入標嘅呢個方法嘅，咁但係呢，我哋遙距入標呢，我哋就可以係免費去延展一次噶嘛，係咪？咁而家我見啊路面都幾多有啲2小時咪標，其實係咪因為如果想將呢啲咪標嗰個流轉增加呢，係咪可以將呢啲2小時嘅咪標呢，你轉為佢1小時啊？1小時之後佢再去遙距之後都已經有2小時啦。因為如果你維持2小時呢，就變咗4小時，我覺得太長啦。咁我建議呢一方面係咪都可以諗一諗呢，令啲咪標疏導一下？唔該。好啊，兩個問題啊，副局。好係就嗰個酌情即係執法酌情權咧，其實剛才警方嘅同事都解釋過啦。事實上佢哋而家係有個酌情權嘅，咁亦都係有一套嘅機制咧，等前線嘅人員咧喺實際即係執行嗰陣時候咧，係令到嗰個執法咧更加能夠達到我哋嗰個法例嘅目標，即係又話主要就係唔好阻塞交通，同埋唔好製造呢個道路安全嘅問題。流轉方面就其實我哋而家都有唔同類型嘅標位嘅，即係有啲就係長啲，有啲短啲。不過我聽到係議員嘅意見，咁我哋翻去睇下會唔會有啲地方咧，其實我哋本來係俾佢容許泊個2個鐘，去改為1個鐘咧，咁樣呢方面我哋可以翻去再研究下啊。好。